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汽车，聊聊新能源汽车行业。最近汽车圈可以说是爆料不断，大瓜不断，也引起网友热议、舆论的关注。自从长城的魏建军接受新浪采访，放了一炮，说汽车圈的恒大已经出现了。从那以后，关于新能源汽车行业，舆论是一波接一波，政策一波接一波。直到前不久，很多主流的汽车厂商纷纷承诺将供应商的战期压缩到60天。本来说这个事情好像是不是就过去了，结果新能源汽车行业又迎来一个高潮，又迎来一个热点事件。什么事件？那就是乘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这个崔东树他是一个汽车圈里面的应该说一个研究人员，他做过销售，做过高管。现在是乘联会的秘书长。这个乘联会是什么个组织呢？全称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它虽然不是一个官方组织，它是由几大汽车厂商联合发起的，早在1994年就成立的，2009年加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下属分支机构，总部在上海。核心职能包括市场调研、行业标准制定、组织交流活动以及提供政策咨询，为这个整个汽车全产业链服务，就这么一个机构。他的秘书长叫崔东树。前2天在直播的时候，他直言不讳说自己只买燃油车，绝对不会买新能源汽车。他认为当下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竞争是不对等的，我们的燃油车是作为奢侈品去管理的，背负了巨额的税收，而新能源车作为一个无税产品，成本极低，所以双方很难进行竞争。大家看视频，反正我是只买燃油车的，我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的。燃油车它的这个绿色环保性是比较强的，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是很低的，而电动车在电池制造过程中碳排放是极高的。实际上，新能源车跟传统燃油车，实际上它本身来说价格体系就不一样，税收体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燃油车是作为奢侈品去管理的，是有巨额的税收的一个压力的，而我们的新能源车作为的是一个无税的产品，它的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所以两块它很难去做一个竞争。我们的燃油车是背负了整个车市所有的社会的责任，交了巨额的税收，然后背负着重大的骂名。反正我是只买燃油车的，我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的。这位就是乘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他说这个话，他买车不买新能源汽车，他买燃油车。我想他肯定是有背景的，短短的这几十秒未必是他整个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乘联会汽车圈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他不买新能源汽车，这个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也是崔东树他在前不久公布的，截止到4月底，咱们汽车的库存，就乘用车的库存350万辆，达到历史新高。只要有这么一个历史新高的库存在，下面打价格战，各种互相攻击，各种压供应商的占款，那就那叫水到渠成，那就是必然。高悬的库存，那必须要把它换成钱，不换成钱，那总有企业会垮掉。谁也不愿意束手待毙，所以就得降价销售，就得卷。350万辆汽车的库存，那都是银行贷款，那都是钱，那都是负债。这个汽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你不大一点的一个小库房，你就能放1万台手机。你说1万辆汽车，那得多大的地方？哥，350万辆，一辆车它占地，你就按4个平方算，一个车位可能不止4个平方。一个车位我看至少得有8个平方，我就估算一下，你说350万辆车，你得拿多大的库房去搁它？你还越造越多，越卖越少，那你还得建更多的房子来放车子。它跟那个手机不一样，所以这个汽车厂商打价格战，那是迫不得已。打价格战是一个结果，也就是前面这些的产能过剩，生产大量的车，库存过高，最后的结果就是打价格战。所以你看，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整顿之下，汽车主机厂商纷纷承诺60天战期。那这个60天战期会有什么影响呢？凤凰网财经它有篇报道
叫账期缩短至60天，供应商真能走出苦日子吗？凤凰网财经说，他说国内目前已有17家主流车企承诺将供应商账期缩短至不超过60天，响应政策要求，优化供应链管理。不过，仍有一些车企并未发声，说多数车企账期超过100天，比如北汽、蓝谷、小鹏、长安等账期更是高达200多天，从上100天的账期缩短至60天，压力不可谓不大。也就是如果你是260天的账期，你现在压缩到60天，那你还有200天，你知道那是多少钱？你要把它挤出来，你要给人家供应商付了，这个相当于给汽车厂商抽血，那边贷款贷不了，这边车子卖不掉，完了还要给他抽血，这压力大不大？不爆雷，难道它还能变得更好吗？这个北汽蓝谷应付账款及票据157亿元，超营收145亿元，占比超100%。领跑、小鹏、蔚来等多家车企占比超50%。占比较高的几家公司中，除领跑、江淮和长安外，其他几家车企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值，现金流压力较大。他这个说的都是一些咱反正听得不太多的，什么北汽、蓝谷等等，这些本身的现金流压力就特别大，经营性活动的现金流净额是负值，也就是出血的状态。这回你让他把那个供应商的账期调到60天，那实际上就是加大他出血，你就嫌他出的慢了，给他放血放快一点。那你说这样的车企他能扛多长时间？有供应商担心车企可能将开具汇票的时间从120天缩短至60天，但实际兑付仍延迟。比如说60天开票，180天以后兑付，票是给你开了，但是让你不要兑付，你180天以后你再去兑付。凤凰网财经说，这一汽车行业集体行动始于6月10日晚间至11日期间，国内主流车企相继发布管入供应商账期的重要承诺。目前已有17家整车制造企业加入这一承诺行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包括高和哪吒在内的部分车企尚未就此做出公开表态，这个就强人所难了。这个媒体有点过了，那高和哪吒这不已经破产了吗？哪吒现在正在好像走破产程序。哪吒不要说供应商的钱了，他连职工工资的钱好多啊。最近关于哪吒汽车的员工围攻这个总经理，就叫维权讨薪，视频网上很多。你还指着哪吒汽车承诺60天，你这不是高级黑吗？连员工工资的欠。大家看视频，欠薪，我们的赔偿，我们的股权应该怎么办，对吧？都是说法律程序，我现在强制刑已经走了3个月了。那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企业律师帮你。如果是执行程序走不下去，那这个事情公司确实不关你的事情，对不对？不关公司的事。我以前也没在这儿干过活，不存在我这个人。不是话不是这么说的。对，我知道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听出来，但是我不想听空话。你们商量几个小时给我们的还是空话。我们甚至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律师说破产重整阶段最起码2到3年，我们等不了那么久，2、3年我们都饿死了。都要吃饭的，我们就是要拿到钱，这就是我们的合理诉求。我拿到我们法律要求我们拿到的钱。其实说白了，就这么多兄弟姐妹在这里，能来说讨这一口剩饭吃，是实在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所以才来讨这口饭吃。不然的话，大家都哪吒汽车即便有这个科技大佬周鸿祎的加持，依然避免不了这个破产的命运。可见汽车行业内卷是越来越严重。我们接着看，这一集体行动展现了汽车行业优化供应链管理的决心，或将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60天账期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供应商支付账期？简单来说，不直接给钱，而是先以应付账款的形式先欠着。此前有些车企已将欠款时间拖到了近300天，而此次供应商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意味着车企们需要抓紧把钱付了，不能超过60天。首先来讲，对于供应商们来说是大大的利好，账期减少，
资金回流速度加快，利用率也更高。因此，昨天有不少汽车零部件概念股纷纷涨停。这表面上看，对这个汽车零部件概念是个好消息，实则不一定。不过，对于部分车企来讲，降低账期可能加剧流动性紧张，需要重新调整资金策略。此外，对于依赖长账期占用供应商资金支撑扩张的车企，如部分新势力需转向技术降本或效率提升，而非成本转嫁。拿2024年底的应付账款周转天数来看，有4家车企账期超200天，最高的是海马汽车，其次是北汽蓝谷、小鹏汽车以及长安汽车。解放、蔚来、江淮、领跑、理想、长城、赛力斯、奇瑞、吉利、比亚迪、广汽、江铃等账期均超100天。说目前只有小米的账期是99天，不过小米的99天账期概念指的是整个小米集团的账期，其中不仅有汽车业务，还包含了小米的手机、生活消费等业务。而想要从上百天的账期骤降到60天，压力不可谓不大。缩短账期就是及时将手中的现金支付给供应商，而这些车企中，如蔚来、北汽蓝谷、小鹏、领跑、江淮去年净利润已然为负。此外，还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部分车企的应付账款及票据居然比公司的营收还要高。去年北汽蓝谷一年的营收145亿元，而应付账款及票据达到了157亿元，占比超100%。其中应付账款73.7亿元，应付票据83.4亿元。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账期缩短至60天。先不说60天北汽蓝谷能否创造这么多营收，仅仅是要还的应付账款，对于北汽蓝谷来讲都有不小的压力。这就是暴雷的前奏。根据2024年底的数据，国内车企应付账款及票据占总营收均值是47%，而与国内车企相比，国际车企的应付账款及票据占比整体较低，包含宝马、特斯拉、日产、现代等车企平均占比15.1%，这个就非常低了。也就是简单理解，就是说宝马、特斯拉、日产、现代这些车企，它基本上不欠供应商的钱，也它账期比较短，恐怕都是60天或者60天以内，30天这个都有可能。应付账款占它营收比重，那一比较咱们国产汽车国内的这些车企，那就比重太高。那也就是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占用了大量的供应商的钱，同时说明应付账款及票据占营收比重较高，反映了公司现金流比较紧张。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占比较高的几家公司中，除领跑、江淮和长安外，其他几家车企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均为负值，指望靠经营生产获得更多的资金去支付应付账款，难度可想而知。那这里面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把车子卖掉，车子卖不掉，那你让他从哪儿弄钱去还供应商的账款？与国内车企相比，国际车企在应付账款管理方面则有更强的稳定性。以特斯拉为例，其连续7年将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稳定控制在58到75天区间，2024年更优化至60天。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同样表现优异，2024年账期分别控制在64天和57天，且呈现逐年改善趋势。不仅如此，大部分车企的整体资产负债率比较高。截至去年底，蔚来、赛力斯负债率高达87%，北汽蓝谷、比亚迪、江淮汽车、领跑负债率也超过70%。较高应付账款及票据占比加较长的账期或许还问题不大，但是当账期需要骤降到60天内，对于不少企业或许需要一段时间的阵痛期。缩短账期，车企实属无奈之举。这个它主要是因为国务院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账款支付条例正式施行，所以从汽车行业先开始，再也不能拖欠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这个应付账款。
习惯了长战期的车企，如今也需直面转型阵痛。艾媒咨询 CEO 张毅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部分车企，尤其是销售表现疲软、亏损严重或市场份额较低的企业，可能面临更突出的资金流压力。缩短战期增加了企业的营运资金需求，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等环节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一旦资金储备不足或回笼不及时，企业的现金流就可能告急，影响正常运营。这就对资金规划、成本控制和短期偿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及时付款有助于提升车企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在价格谈判、品质管控和服务响应上占据更主动的地位，形成更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张毅提到，只是车企对这个承诺真的能做到吗？毕竟从政策落地到执行到位，中间隔着资金调度现实考验、商业习惯、转型阵痛等多个难点。所以当车企公布缩短战期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很多网友的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比如说60天战期再给你承兑汇票，比如说以验收为名，就验收都能拖你个半年，开发票也能开个半年，对账再对个几个月。一位车企供应商向凤凰网风暴眼坦言，鉴于之前车企是收货120天后才给汇票，自己担心车企未来只是将开具汇票的时间从120天缩短到60天，而不是真正把钱在60天内打到自己账户上。据其介绍，过去的解锁模式为交付后120天才能开票，外加180天兑付期，实际上这就是300天了，也就是账期至少1年。一个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他在哪儿筹集资金、贷款或者自己自有资金，去把原材料买来加工成零件，你的资金已经占用了，把这个零件你交到厂商手上的时候，到厂商给你开票，短则120天，长的恐怕比这还长。开完票之后，你那个票不能直接变成钱，还要180天的你才能把它变成钱。那你说这个供应商从那资金占用开始，到了最后资金回到他账上，至少300天，在360天的1年。那你说对一个汽车上游的供应商来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资金被占用1年呢，他这1年期间整个的钱是不流动的，都要靠这个企业自己往里垫钱贷款。一个零部件的厂商拿自己的钱去购买原材料，最后把它卖给厂商，从厂商把钱拿回来回到自己账上，居然要1年以上。而现在如果是把开具承兑汇票的时间缩短60天，看似是政策要求的达标操作，实则可能是只是将汇票兑付的时间点往前推移，并未真正改变以票抵款的支付逻辑。张毅坦言说，车企在60天内用承兑汇票而非现金支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最糟糕的结果便是企业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目前承兑汇票主要分为2类：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汽车分析师钟师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在票据结算领域，银行承兑汇票与商业承兑汇票的信用保障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银行承兑汇票是以银行为信用背书，凭借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与信誉体系进行兑付，资金到账稳定性与安全性较高。而商业承兑汇票，其签发主体为车企等企业，兑付能力完全受制于企业自身财务健康状况与经营表现。如果车企资金链出现了问题，甚至倒闭了，那商业承兑汇票可能就没有办法兑现，毕竟对方已经没有支付能力。他举例说目前已经有2家车企明确承诺不用商业承兑汇票。这个大家简单理解一下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就是钱，但是它有个期限，就你把这票拿回去之后，你到期才能变成钱。为什么说它是钱？因为它是银行的承兑汇票，所以说你找银行背书的。这个商业承兑汇票是企业自己开出去的，企业拿自己的信用背书。如果这个企业有钱没问题，一般的比如央企开出去的承兑汇票，
一般人都认，因为逻辑就是央企它不会倒，就这么个逻辑，认为那你一个私营企业、小企业，你开个承兑汇票，别人就不敢认，你明天倒了，你卷款跑了，谁知道？一个是银行背书，一个是企业自己背书。企业自己背书什么意思呢？说再通俗一点，给你开张100万的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实际上就相当于你已经借了100万给这个企业了。那这个企业能不能还得起？那个商业承兑汇票就相当于一个合同，你拿着到点你就看这企业有没有倒，没倒，大概率能给你付。如果这个企业倒了，资不抵债，那就付不了了，就像恒大一样。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比如上汽集团表示，将不采用商业承兑汇票等可能加重供应商资金压力的结算方式。也就是上汽集团人家给银行承兑汇票，但是长期以来，承兑汇票等延长账期的结算方式已成为行业惯例，形成根深蒂固的商业惯性。当政策试图打破这种惯性时，账期数字缩减会不会只是换了种方式的文字游戏？这场关乎资金流转的行业变革究竟如何破局？眼下仍是悬而未决的问号。我可以这么说，这个60天账期实际上就是车企的3条红线。如果上面执行的严格按照这个执行，那么就加剧汽车行业的洗牌，车企暴雷。如果是闭着眼当做一个新型的文字游戏，那么这个汽车的上游，也就是这些供应商，有可能他们爆雷。总之啊，雷不在这儿爆，就在那儿爆。第一财经报道说，2025年前5个月，10万以下车型销量增长51%。这个是由国家信息中心徐长明宣布的，说今年前5个月，10万元以下车型销量增长51%。6月14日，国家信息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徐长明在2025年轩辕汽车蓝皮书论坛上表示，去年和今年30万元以上的车型销量出现负增长，反而是10万元以下的车型今年前5个月销量增长了51%。他还指出，国内乘用车价位需求呈现2个显著不同的阶段特征，即2023年以前乘用车消费持续升级，2024年连续降级，其中10万元以下的车型占比从2024年的22%提升至今年前5个月的27%。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这个数字啊，实际上就是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赤裸裸的、很显著的叫消费降级。从2024年开始啊，30万元以上的车型销量出现负增长。今年前5个月，10万元以下的车型销量居然增长了51%，就同比就跟去年5个月相比，10万以下的车。也就是现在卖的车啊，不管卖的多还卖的少，10万以下的车占比更高，这不就是消费降级吗？30万以上的车就卖不动了吗？这个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各个地方宝马 4S 店关门、铁桶跑路，还有奥迪、奔驰 4S 店活不下去。你看看30万元以下的车型销量是负增长，难怪他们活不下去啊。所以一边是350万辆汽车的库存，一边是10万元以下的汽车畅销。10万元以下的汽车，按照这个长城的魏建军的说法，你还有利润吗？都卷成这样了，也就是这车卖的越多，恐怕汽车厂商赔的越多，至少是赚不了什么钱。你看在价格战的这个当下，10万以下的车，你说你还有多大利润？所以你这么一看，整个汽车行业是不是压力巨大呀？是不是在暴雷的前夜？实际上很多已经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的，品牌效应比较差的，融资能力比较差的这些车企已经倒闭了。你比如高和、哪吒、什么极越，还有很多，这是第一批。那接下来是谁？这数字就是像泰山压顶一样。新能源汽车也面临着消费降级，那怪不得宝马5系、宝马525只卖26万了，你30万以上卖不动。刚才说了，在这种情况下，车企还要想办法给这个供应商账期压缩到60天，这不是雪上加霜吗？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业内人士爆料，他说现在有的汽车厂商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就缺钱了。他说业内一家车企在供应商送货以后扣下托盘牟利，导致给这家车企供货的很多供应商每次送货都要买新的托盘。
就连这点便宜都要占，你就说明它逼急了到什么程度了。我不知道把这个托盘是把它卖废铁，还是完了最后处理给别的供应商。这里面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第一季度咱们每卖2辆车里面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1辆是油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基本上已经到头了。咱们再回到崔东树说的，有人愿意买这个新能源汽车，有人还是愿意买油车，因为它们的作用、功能、特点都不一样，加上这个政策的扶持倾斜，所以一半人会选择买这个新能源汽车，但是还有一半人会坚持买油车。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很难再提高了。你不能说卖10辆车里面有9辆是新能源汽车，1辆是油车，5比5就已经基本到头，这是占比已经到头了，没有空间了，再有也不会太大。整个的新车的蛋糕它也很难再扩大，所以大家就能想象，这新能源汽车在国内这个蛋糕这个市场还能无限膨胀吗？它没办法膨胀了。一旦停止膨胀萎缩的时候，存量市场博弈那就更加惨烈。李书福说了，好像吉利的李书福说，全世界范围内汽车产能都过剩，中国更过剩，你说怎么办？所以说家底薄的、融资能力差的、市场占有率低的，这些肯定要被淘汰掉，很快。而那些头部车企恐怕也有1、2家、2、3家也要倒闭，因为新能源汽车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本质上就是你抄我，我抄你，大家都差不多，玩一些新概念，自己再编一些新词，说白了就是互联网营销。所以这些意想不到的暴雷很有可能从新能源汽车开始，他们爆起来恐怕动静更大一点，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